樓市氣氛好轉，業主趁勢加大減價力度，甚至以低價出售，吸引買家趁低吸納。中原地產青衣高級資深分區營業經理黃國強表示，青衣區本月交投氣氛不俗，暫錄得16宗二手買賣，較上月同期多1宗。黃國強指，新近青衣美景花園10座低層地室移民盤成交，實用面積約564方尺，3房間隔，坐向東南，享小海景，景觀及方向理想，但裝修較老舊。今年1月叫價520萬元，最終以450萬元沽出，累減70萬元或約13.5%，尺價僅約7979元，較前2日屋苑兩房成交尺價10578元大幅低約25%，更與本月區內公屋長發邨自由市場成交尺價相近。而對上一宗同類單位成交於去年12月錄得成交價510萬元。半年間樓價下跌約12%。黃國強透露，新買家為上車客，見單位屬同類最平放盤，尺價僅7000餘元，覺得價錢吸引，果斷購入。至於原業主早在2005年以160萬元買入單位自住，早前已移民，放盤一段時間後，見二手市場競爭力不及新盤，加上物業內籠較殘舊。新買家需要額外投入資金翻新，再者早年買入價較低，即使現以低價出售，仍然獲利甚豐，遂擴大減幅沽貨，持貨約20年，現轉售賬面獲利290萬元，單位期內升值約1.8倍。資料顯示，美景花園位於青衣世山路2至16號，1982年入伙，共有8座，提供1912伙。